踏入2026年，香港有一條與全港數百萬市民每日出行息息相關嘅新法例正式生效，就喺1月25日開始，所有裝有安全帶嘅巴士座位，乘客都必須強制佩戴，違例者最高可以被罰款5000元同監禁3個月。政府嘅理由好簡單直接，為咗你安全。但係當一條法例由紙上面走入我哋擠迫、繁忙、節奏急速嘅現實車廂時，產生嘅問題似乎遠遠多過佢想解決嘅問題。我哋嘅市區巴士線一程車可能只有3-5個站，車程短到以分鐘計。喺呢個前提下，強制執行凡有必扣，就好似將一套跑長途高速公路嘅規則硬套喺地鐵接駁巴士身上，明顯同實際使用模式出現嚴重落差。例如係衛生同心理關口。巴士車廂嘅衛生狀況，大家心裏有數。試想像，當你坐低正要扣安全帶，發現座位邊有曱甴走過，你嘅第一反應仲會唔會係扣好安全帶，定係想立即彈開？而且對特定群組嘅不友善。新法例對體型較胖、長者又或者行動不便嘅人士極不友好。第三，除咗不便，呢條法例更存在幾個根本嘅邏輯矛盾，令到保障安全嘅初衷大打折扣，甚至可能適得其反，引起多重矛盾。結果就造成一個荒誕嘅現象，受較大風險嘅企位乘客不受規管，反而受較小風險嘅座位乘客就被強制捆綁。正如研究指出，安全帶如果真係有必要，都應該係用於高速公路、車程長嘅路線，例如係機場巴士。安全意識當然重要，但係咪一定要強制加重罰呢個方式呢？如果數據話我哋知企位乘客風險最高，咁政策嘅優先次序就應該係研究如何改善企位安全。最後永遠係教育先行於刑罰，與其動用警力上巴士捉人，罰市民5000大元，不如將之沿用於公共教育，清晰講解唔同行車環境下嘅風險，並確保巴士公司做好安全帶嘅保養同清潔。安全唔應該係一個粗暴嘅指令，而應該係一個經過深思熟慮、尊重市民智慧同現實生活模式嘅共同選擇。希望當局能夠從實際執行中聽到民間呢啲真實嘅聲音，早日檢視政策，作出更合理、更細緻嘅調整。我係619，多謝你。